香港復活節與清明節假期相連，足足5日。呢個對於忙碌嘅港人嚟講，係一年中難得嘅長假期。好多人會揀北上掃墓，寄託對先人嘅思念；亦有人會踏上內地旅遊嘅行程，去探索唔同嘅風景同文化。而霍啟剛一家都趁呢個美好假期，帶埋細路開啟內地遊山玩水嘅新旅程。今次佢哋現身喺廣西崇左伏那秘境，雖然係私人行程，但霍啟剛喺內地頗有名氣，自然好易俾路人留意到。鬆被路人曝光嘅視頻同相眾睇到，一行人行喺自然景區嘅小徑上，除咗霍啟剛帶住3個仔女，應該仲有其他朋友同行，粗略估算一行大概有10人左右。行喺最前面嘅永遠係充滿活力嘅細路，佢哋中意嬉戲玩耍，盡情釋放童真。霍啟剛12歲嘅大仔霍宗熙同6歲嘅細女霍宗儀行喺隊伍最前端，兄妹倆感情十分要好。一開始，霍宗熙仲小心咁抱住妹妹行，嗰樣盡顯哥哥嘅擔當同痛愛。不過妹妹霍宗儀似乎被抱得唔太舒服，細細嘅身子喺哥哥懷中扭動，極力掙脫落嚟，然後轉身返去。兄妹倆一路打鬧，歡聲笑語回蕩喺小徑上，嗰個場景相當有意思，令人感受到濃濃嘅親情。霍宗熙已經12歲啦，身高開始猛長，已經有咗少年嘅模樣。比起2個妹妹，佢高出咗唔少。就長相而言，佢有啲似霍啟剛，但仔細睇又更似霍英東。霍英東呢位喺商界同公益界都有着卓越貢獻嘅傳奇人物，佢嘅堅毅同智慧好似喺霍宗熙身上有咗延續，而佢嘅2個妹妹依然嬌小可人。姐妹倆都留咗長長嘅頭髮，好似黑色嘅綢緞咁柔順。佢哋各自背住個紅紅造型嘅背包，可愛到爆。其中霍宗賢戴住眼鏡，樣貌長得幾似朱玲玲。朱玲玲曾經嘅港姐冠軍，優雅美麗。霍宗賢繼承咗佢嗰份溫婉氣質。細女霍宗儀就既似霍啟剛，又似郭晶晶，好似係父母嘅完美合體，將2人嘅優點都集於一身。一行人喺當地嘅秘境中悠然前行，霍啟剛行喺人群最後方。嗰日佢穿了件橙紅色嘅外套，喺成人中顯得好曬眼。不過佢睇落嚟略顯疲憊，成個人冇精打采嘅樣子。或者係一路照顧細路，又或者係旅途嘅奔波令佢有啲攰。佢懶得理會細路嘅嬉鬧，就由得佢哋自由玩耍。喺人群中冇睇到郭晶晶嘅身影，大家紛紛猜測，怕且係有工作喺身，無法參與呢次家庭活動，亦有可能喺鏡頭之外，只係冇俾拍到。值得留意嘅係，一家人外出，身邊都係朋友或者細路，並冇保鏢跟隨。而且霍啟剛都表現得頗為大方，冇刻意去保護細路，唔俾佢哋俾路人拍攝。都係隨行嘅導遊比較負責且警覺，一度拒絕路人拍攝，生怕打擾到呢一家人嘅旅程。霍啟剛帶細路外出旅遊，竟然冇保鏢隨行，呢個着實令好多人倍感意外。畢竟喺大眾嘅印象中，富家公子哥出行往往都係前呼後擁，保鏢環繞。但呢點都唔似霍啟剛嘅作風。事實上，霍啟剛呢一家人仲真係從來唔需要保鏢跟身。唔止佢咁，佢嘅老豆霍震霆，佢嘅爺爺霍英東都係咁。早前霍啟剛接受訪問分享生活時，佢就自爆從小到大都唔習慣保鏢或者保姆相伴，身邊從來冇保鏢。佢稱呢係家族延續落嚟嘅作風，連霍震霆、霍英東身邊都冇。霍英東呢位商業巨擘喺創業初期面臨住諸多挑戰同風險，但佢憑藉住自己嘅智慧同勇氣，一步步打拼出龐大嘅商業帝國。喺嗰個動盪又充滿機遇嘅年代，佢從未依賴保鏢嚟保障自己嘅安全，而係憑藉住自身嘅能力同對局勢嘅精準判斷，喺商海中乘風破浪。霍震霆繼承咗父親嘅事業，
喺體育界同商界都有着重要地位。佢積極參與各種活動，推動體育事業嘅發展，亦從未有過保鏢隨行嘅排場。佢用自己嘅行動詮釋住低調同務實。霍啟剛喺呢種家庭氛圍中長大，自然亦深受影響。佢長大咗都冇呢方面嘅需求，對於自己嘅細路自然亦唔會配備保鏢，甚至連保姆都冇。日常全家外出都係自己或者同郭晶晶一齊照顧細路，親力親為，相當接地氣。佢哋就好似普通嘅家庭咁，享受住親子時光，冇絲毫嘅架子。霍啟剛呢啲年會利用假期，特別係長假，帶住3個細路去旅遊。佢哋屋企揀選嘅旅遊目的地，幾乎都係祖國嘅景區。比如喺2025年復活節假期，一家人亦外出旅遊咗，當時去嘅係山西大同。嗰次，郭晶晶、霍震霆亦都喺，同樣係冇保鏢相伴，只有導遊。佢哋對沿途路人根本唔理會，只要唔打擾，唔影響佢哋嘅行程就好。喺山西大同嘅旅程中，佢哋一家人參觀咗雲岡石掘，嗰壯觀嘅石掘藝術令細路們驚嘆不已。霍宗熙睜大眼，仔細咁睇住每一尊佛像，好似喺探索住千年嘅歷史奧秘。霍宗賢同霍宗儀就俾嗰啲精美嘅雕刻吸引住，不停咁問呢問嗰。霍啟剛同郭晶晶耐心咁俾細路們講解住，令佢哋了解呢啲文化遺產背後嘅故事。霍震霆亦滿臉笑容咁睇住細路們，一家人樂也融融。仲有一次，佢哋去咗敦煌，喺茫茫嘅沙漠中，細路們騎住駱駝，感受住大漠嘅雄渾同壯闊。霍啟剛牽住細路嘅手，一步一步咁行喺沙地上，話俾佢哋知沙漠嘅形成同保護環境嘅重要性。郭晶晶就攞住相機記錄落呢美好嘅瞬間。喺莫高窟，細路們俾嗰啲絢麗嘅壁畫震撼到，好似穿越到咗古代，感受到嗰個時代嘅繁華同藝術魅力。霍啟剛一直揀擇帶細路喺祖國旅遊，除咗想增強細路嘅見識，更加係想令細路們能夠領略祖國嘅大好河山。佢希望透過呢啲旅程，令細路們了解祖國嘅歷史文化，培養佢哋嘅愛國情懷。佢深知一個國家嘅未來喺於年輕一代，只有令佢哋熱愛自己嘅祖國，先可以為祖國嘅繁榮發展貢獻力量。除咗旅遊，霍啟剛同郭晶晶仲注重培養細路嘅品德同社會責任感。佢哋經常帶住細路參加公益活動，令細路們懂得關愛他人，幫助嗰啲需要幫助嘅人。有一次，佢哋帶住細路去養老院探望老人，細路們為老人們表演節目，陪佢哋傾偈，俾佢哋送去溫暖同關懷。老人們臉上洋溢住幸福嘅笑容，細路們亦從中體會到付出嘅快樂。霍啟剛仲鼓勵細路們參與體育活動。郭晶晶作為跳水皇后，自然希望細路們能夠繼承佢嘅體育精神。霍宗熙鬆細就對運動有着濃厚嘅興趣，霍啟剛就經常陪佢一齊打波、跑步。喺霍啟剛嘅引導下，霍宗熙養成咗堅持鍛煉嘅好習慣，身體亦越嚟越強壯。喺家庭生活中，霍啟剛同郭晶晶亦係恩愛有加，佢哋相互理解、相互支持，共同經營住呢個溫馨嘅家庭。佢哋唔會因為工作忙碌而忽略對細路嘅陪伴，亦唔會因為家庭瑣事而產生矛盾。佢哋用愛為細路們營造咗一個健康、快樂嘅成長環境。霍啟剛一家嘅故事就好似一股清流，喺繁華嘅都市中顯得好晒珍貴。佢哋冇奢華嘅生活，冇前呼後擁嘅排場，卻有着濃濃嘅親情同滿滿嘅正能量。佢哋用自己嘅行動詮釋住咩係真正嘅富足，咩係真正嘅幸福。佢哋嘅故事亦激勵住更多人去追求簡單而真實嘅生活，去關愛家人，去熱愛祖國。喺呢個快節奏嘅時代，人們往往被物質所迷惑，忽略咗生活中嘅美好。而霍啟剛一家卻令我哋睇到，
幸福其實好簡單，佢就喺家人嘅陪伴中，喺對祖國嘅熱愛中，喺對社會嘅奉獻中。希望佢哋嘅故事能夠繼續延續落去，亦希望更多人能夠從佢哋身上吸取力量，創造屬於自己嘅美好生活。未來，相信霍啟剛一家仲會繼續踏上新嘅旅程，去探索更多嘅美好。佢哋會喺祖國嘅山川河流間留低更多嘅足跡，亦會喺細路們嘅成長道路上留低更多美好嘅回憶。而我哋亦會繼續關注住呢一家人，見證佢哋嘅幸福同成長。好啦，以上係本期嘅內容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感謝大家嘅支持。